我係矽谷豪老師周參，喺矽谷同大家報道世界焦點財經。因為以戰爭停火，市場稍為有啲平靜，道指跌咗100點，都算係平穩。反而 AI 策略之王 NVIDIA 又翻到歷史高位，亦都重奪全市場市值第1名寶座，升咗4.3%，收市接近155蚊嘅歷史高位，真係好勁。究竟 NVIDIA 有咩底氣可以重返市值寶座呢？特別係喺之前講過，呢間公司可能會因為高關稅而失去中國市場。但係主播有3點觀察俾你參考下，點解 NVIDIA 可以重返寶座，成為市值第1名？第一個觀察就係成個 AI 潮流勢不可擋，需求遠遠大過供應量，所以既然需求咁大，股票自然就被推高。第二個觀察，除咗自動駕駛嘅 AI 晶片之外，依家仲擴大嘅市場，可能機械人 robotic 都需要 AI 晶片，所以可以減低對中國市場依賴嘅壓力。呢個都係推高市場嘅另一個重要原因啦。第三，當然 NVIDIA 嘅增長非常強勁，令到成個股價持續上升。無論係 AI 潮流定係應用範圍不斷擴大，仲有最重要就係持續成長，令到收入一樣咁樣擴大。所以 NVIDIA 可以創下歷史新高，仲重奪市值第1嘅寶座，真係值得恭喜。有智慧嘅人講過一句說話，就係你唔好為聽日擔心，聽日自有聽日嘅擔心。一日咗難處，一日自己擔就夠啦。希望上帝賜福你，將重擔交俾上帝，咁你就可以有聰明智慧去做最好嘅中長線投資。Howard Chan 陳少豪，豪老師嘅矽谷同大家報道世界焦點財經，下次再見。